0到15歲，咱的小孩補助5000塊，已經要來落實。咱中台委員佇路口遮，親親甲大家拜託，祝福大家行車平安。台南市議員參選人陳冠宇佇路口大力宣講，向各路民眾宣傳國民黨的執政理念甲福利政策，希望爭取到各界選民的支持。商界也徛台立廳，甲民眾互動，不少民眾也大方一手比讚回應，現場氣氛熱烈。陳冠宇呢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伊願意出來為大家打拼。咱希望鄉親會當給伊一個機會，進入台南市議會。甲着兩界做伙來為大家服務，謝謝感謝，我心內感謝，謝謝多咱吼，咱新竹市有這4年為台南市來打拼。我現在是幫着每個候選人他們都會在路口幫我們把我們的政見呢告訴台南市的鄉親。那像這個成長津貼每個月補助5000塊，我從今年的1月份呢。走春的時候就提出來，那民進黨很多朋友不以為然了，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國家因為面臨 AI 大爆發，所以整個經濟紅利一年比一年的好，那稅收都是超增很多，所以賴清德總統在今年520也接受到我們的政見，他覺得這個政見不錯，所以從0到15歲擴展到0到18歲。所以陳冠宇他每天在這個路口在幫我們宣講這些政策。那我來這邊也是一樣，也希望大家支持，認同我們的政見，那就支持南區安平區陳冠宇。在這次宣講，商界更是首次提出你生孩子，政府幫你買房子的福利政策，爭取年輕選票。好，各位我也再提出，你生孩子，政府送你房子。房價越來越高，那怎麼讓年輕人買得起？我們就用李登輝前總統那種勞工住宅6萬塊，等於是用成本賣給你。那現在蓋房子的成本1坪大概是13萬到15萬塊，所以我們會在每1坪15萬來賣給我們有結婚有生孩子的這些。你生1胎，我們就給你2房；你生2胎，我們就給3房；3胎就給4房。那如果你還是要繼續用租的也可以，那我們這個設計就是你的租金就可以抵買房子的價金。面對少子化和青年買厝困境，商界推出生囡仔政府幫你買厝政策，希望透過完善育兒和巨大支持，減輕年輕家庭負擔，鼓勵生育，同時也毋忘借由相關政見，會當得到各界市民的認同和支持。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